学心理学就必须学一门课，就叫神经生理学，专门研究大脑和神经系统，是吧？你看讲了吗？在学生反复的背诵过程中，文章的风采格调、逻辑脉络、语言表达方式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，都会对学生起作潜移默化的作用。所以你看读经典啊，你只有反复读，反复读，读了又反复，反复读，读反复，反复读，读反复，背了，运用了，潜移默化，什么东西都装进去。他懂得很多道理了，行为变了。思想品德教育，我讲的一个观点，圣贤讲的观点，思想品德教育不要去教的，就是要做出来的，是吧？教书是要教知识，教品德就是老师做出样子，家长做出样子，学生就变好了，是吧？一定要叫，过去叫做教化，化育，通过化育。现在我们都是教，不是化。现在我们老师的行为品德不行，啊，家长的品德不行。现在我们很多家长，我讲了一句话，还没有具备做父母的资格，就当上了父母。他怎么教？用我们社会学家的思想讲，还没有自己没有社会化，自己没有社会化，没有成为一个社会的人，他就当了父母，他怎么教育好子女呢？是吧？所以我研究了40年家庭教育，我有家庭教育48讲，我的叫做科学家庭教育的智慧与艺术48讲，我在全国讲了很多很多，是吧？今后我们有机会啊，还要培训怎么家庭教育、科学家庭教育的智慧与艺术，啊，大家有机会再来学习，专门学科学家庭教育、智慧与艺术，把48讲学会，每个人出去讲，我们中国的家长的水平要提高1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的任务，《论语》里面说的任重，孔子说任重道远，不是我说的，孔老夫子说的任重道远。好，这个我们就大家自己看了啊。瑞典的这个资料都有啊，布鲁纳的、蒙台梭利的都有。好，这个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，我们简单讲一下。苏霍姆林斯基，大家读过他的文章吗？当代全世界著名的教育家。苏霍姆林斯基写了一部很有名的教育著作，你们大家如果有机会回去看看。当老师，特别当校长的，你这样的书都没读过啊，你校长就肯定走很多弯路。苏霍姆林斯基写了一部书，叫做给教师的建议，也叫做翻译，有些翻译叫做和教师的谈话，书店里都有卖的，和教师的谈话。哎呀，我开始80年代看了这本书啊，我在书店里发现，一口气读完，教我们怎么做老师，怎么做学生思想工作，怎么做班主任，怎么辅导学生成绩，教学生成绩迅速提高，是吧？怎么办学校？苏霍姆林斯基，我认为是最有价值的，他的观点思想最有价值的啊！你看他提出来，缺乏阅读能力将会阻碍和抑制脑袋极其细微的连接性纤维的可塑性。人大脑为什么想问题？就是神经细胞，大脑皮质，大脑皮质上全部是神经细胞，有多少个亿啊？多少个亿的细胞？你们去查一查，多少亿万个细胞？大
大脑分成，现在全世界基本上把它分成形成共识的大脑分成386个区域，300多个区域，一个地方管一个地方，一个地方管一个地方的。你看，我们有的人眼睛看不见了，是大脑的整叶神经细胞坏死了，不能发生功能了，不能传递信息了，所以脑细胞这个整叶大的分4大部分：额叶、顶叶叫做碎叶，整叶4大部分，整个分了380多个区域。你看，苏霍姆林斯基说啊，如果要大量朗读，就促进它神经细胞的联系，传递就快。你看，人的脑子是一个复杂的整体，如果它的一部分不够发达，我讲了分成380多个区域嘛，如果有一个部分没发达，就会阻碍整个脑的工作。在大脑2磅球的皮层里，有一些区域是管阅读的，你看他研究的很细了，有一些区域管阅读，管阅读的是属于碎叶管阅读的，大的了4大区域里面的碎叶，摄像的摄，不要提手旁加一个书啊，1页2页书的那个页叫做摄叶。在大脑2磅球皮层里有一些管阅读，它们跟脑的一些最活跃、最富有创造性的部分是密切联系的。如果在管阅读的那些区域里有了死角，那么皮层的所有部分解剖生理的发展就受到阻碍。一个大脑有管阅读的，现在我们管阅读这个区域啊都没开发好。那么怎么来开发光阅读这个大脑这个区域呢？开发这些神经细胞呢？最好的办法就是读经典，一读，把这个光阅读区域这个脑细胞激活，把它效率提高，它思维提高。为什么就讲啊？光阅读的细胞提高了，思维力就提高了。大家记得吗？2句话，心理学有2句话。语言是脑的思维工具，大家要记住这个话，你没学心理学的要记住了。语言是思维的工具，语言是思维的工具。那么还有一句话你就懂了吗？读经典就是促进语言能力的提高，促进语言能力提高就是促进思维力的提高，是吧？就是这个道理吗？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嘛，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嘛。语言能力，诵读经典提高语言能力，语言能力提高促进思维能力。第3句话还要记住，思维力的提高就是促进智力的发展。思维力的提高就是促进智力的发展。我讲心理学啊，讲什么叫智力，很多人不懂，很多老师有很难记。我告诉一个五角星，一下就记住了什么叫智力。人的智力就是聪明啊，智力就是聪明程度啊。一个人的聪明怎么来展示啊？怎么来体现？他有这5种能力，他就有智力。
哪5种能力啊？观察力很重要的。如果这个人观察力看问题都看不到，这个人肯定是个笨蛋，是吧？智力不聪明的。观察力、注意力、记忆力、思维力、想象力，你看，组成智力。组成智力。观察力是智力的门户，你要提高智力，没通过进教室来，没经过这个门，怎么进的教室来呀？观察力是智力的门窗、门户、大门。注意力是什么？注意力是什么？记忆力是什么？记忆力是智力的仓库，记忆力的是智力的仓库，是吧？那么思维力是智力的核心，想象力是智力的翅膀，鸟的翅膀一样，智力的翅膀，没有想象力，这个智力也飞不起。注意力是什么？你们去查一下，我留一个东西给你们，是吧？我们按孔子的教学要有启发性，是吧？绝不告诉学生啊，这个老师不是个好老师，是吧？不是学生脑不动脑筋的，是吧？观察力是智力的门户，记忆力是智力的仓库，思维力是智力的核心，想象力是智力的翅膀。你看读经典是不是注经？第一，读经典前面我们讲了，心理学家讲，读经典就是学生注意力马上就安静下来。你看了，现在没读经典的孩子浮躁的，他注意力不会集中的，很难集中的。你看我们读经典来学校，下课铃声一响，音乐一响，他马上注意力就安静，再也不吵了，会马上就安静下来的。读经典就你看注意力、记忆力，那就不要讲了，我们讲了曾国藩了，是吧？好多了。你读经典的记忆力啊，他是原来很差的，他都是记忆力很好的，是吧？读经典促进的思维力，促进大脑发展嘛，思维力大大提高。读经典使他的想象力提高，想象力提高。所以我们讲经典诵读啊，促进儿童的智力发展，促进儿童的思维力发展，观察力发展，是吧？观察力有什么？我们等一下，我就5大经典啊，我要有一个名画，经典名画，经典名画就培养观察力的，是吧？后面我再向大家解释。好，第8个我介绍一下美国著名教育家格林杜曼，学过他的著作啊，当今世界著名教育学家。我们现在有一些老师校长啊，不注意读教育家的著作，教育家是全世界研究教育的权威，是吧？最高水平的。你看他提出这些观点，就好像给我们在研究经典教育，是吧？专门为我们研究的。你看，幼儿从2岁开始就有阅读能力，而且越接近2岁，学习语言能力也就越强。小朋友能不能读啊？幼儿能不能够读啊？不是我说了算啊！你也不光只是刘院长说的，2岁小朋友能够读经典。世界著名的教育家格林杜曼说的，是吧？越接近2岁，学习语言能力越强。第2个观点，你看，阅读经典书籍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是吧？阅读经典书能够促进脑神经的发达，而且完全不会有不良的后果。我找到答案了。家长就说：“哎呀，你们这个是不是摧残儿童啊？我们一些教育局分管幼儿教育的，你们是摧残儿童啊！
2岁就读《道德经》了，你不是害我们的青少年吗？是害吗？不是一个心理学家、教育学家说，这么多教育学，全世界的心理学家、教育学家都说，读经典没有半点后果，并且只有好处，是吧？第3个观点，你看这个观点啊，太好了。哎呀，我把格林读嘛，我们全世界教育家的所有教育结论一出来，我们就是学习的。大家一定要注意教育理论的学习啊！你不能只读经典，教那个经典。所以我们教经典的人，首先要有很高的理论教育理论水平，要有很好的心理学理论知识，是吧？没有学心理学的，教不好经典；没有学好教育学，教不好经典。这就是我的结论。你看，有些教了半年，教到孩子不读了，把孩子教死了。就不懂教育学，不懂心理学，不懂儿童生理学，儿童年龄特征，是吧？你看他怎么说？凡是优秀的天才，大多在年幼时便具有良好的阅读能力，因此从小便应该尽量训练其阅读能力，从小尽量训练阅读能力，将来在课